大家好，我係中山馬鞍道嘅華姐 Emily 啊。今日咧帶大家咧嚟到馬鞍道咧睇一個非常之有品質嘅項目啦，係位於我哋中山馬鞍道嘅北部嘅。咁呢個項目咧係我哋中興智慧城嘅二希府啦。咁而家咧成個大門口咧都係好豪華噶，品質感咧非常之高吓。咁嚟到咧我哋個售樓部咧，亦都可以感受到成個項目非常之有質感。包括呢個項目咧係好多港人選擇嘅一個項目。嚟啦，今日華姐咧詳細同你哋介紹成個項目嘅優缺點。咁呢個中興智慧城二希府咧，睇翻成個沙盤啊！咁成個項目咧，佔地咧係9萬平方嘅，建築面積咧約20萬平方米。咁成個容積率咧都係3.0嘅低密度啦。咁綠化率咧亦都達到35%嘅，綠化非常之多吓。咁成個項目咧有9棟嘅一個住宅小區啦，同埋有3棟嘅公寓啦，包括我哋有2棟嘅商業大廈，前面咧仲有幾棟嘅一個商業綜合體。咁所有商業大廈咧，佢分為一個係甲級嘅寫字樓啦，同埋有個5星級嘅一個酒店嘅。所以成個項目咧，無論係商業啦、住宅啦、居住範圍啦，亦都係非常 OK 嘅喎。咁呢個項目咧，其實個優點非常之顯著嚇。睇翻我哋咧，家門口對面就有2100畝嘅翠湖公園啦，就喺我哋小區嘅對面。同埋咧，我哋翠湖公園旁邊有個沙灘公園嘅。咁嚟住咧，佢個配套咧亦都係非常之 OK 喎。800米咧就有我哋嘅紀念小學啦、香山中學啦，同埋我哋嘅翠湖體育中心啦，同埋一個萬豪嘅喜來登嘅酒店啦，亦都係配套非常成熟。加上我哋個地段亦都係非常之有優勢嘅，距離深東通道咧只需要800米嘅距離啦，同埋我哋地鐵站咧只需要350米，亦都係非常方便。去到我哋嘅中山港客運碼頭啦，同埋大灣區體育館，亦都係10分鐘到15分鐘左右嘅啫。同埋成個嘅小區咧個居住咧氛圍係非常高嘅，加上咧我哋成個嘅小區嘅戶型咧亦都係非常之多選擇嘅，包括有88平啦、100平啦、117平啦，同埋200平任你選擇嘅。仲有一個好犀利嘅就係我哋中興智慧城二希府咧係2025年嘅年度網簽銷售冠軍啊！呢個亦都可以體現到成個項目咧係好多人去選擇同中意嘅。雖然佢呢個項目價格咧會相對比其他項目稍為高啲，但佢嘅品質係非常之在線嘅。同埋一樣嘢咧，因為佢個地段咧係位於我哋馬鞍道嘅北部，係沿海地方，係望到海景㗎啦。同埋咧，仲有一個好勁嘅就係我哋可以同我哋嘅奧運冠軍陳藝文做鄰居喎。有冇心動嘅呢？心動嘅繼續跟住華姐去睇樓。嚟啦，我哋睇翻我哋成棟樓嘅一個入戶門先。哇，超級高級係咪？超級豪華嘅。咁佢一樓咧入戶門咧，亦都係有一個飯會所嘅，每一層嘅功能性都唔一樣啦。咁我哋而家咧呢個咧係有個乒乓球室嘅，亦都係俾到大家去遊玩嘅，亦都係裝咗冷氣嘅。咁睇翻成個嘅入戶大堂先啦。入戶大堂咧，真係好似星級酒店咁啊！如果你哋有朋友過嚟訪客啊，亦都可以喺度休息，比較高級嘅。咁睇翻咧，我哋成個嘅一個電梯間咧，亦都係5星級嘅電梯間喎。咁跟住華姐去上去睇睇我哋一個大平層嘅單位先啦。好啦，睇翻我哋一個超級大平層先，200平嘅，先嚟感受一下景觀先吓。我哋景觀咧，我要睇到深中通道嘅海景啦，同埋呢個陽台咧，真係有10米闊啦，非常之大啊吓，跑步都可以。咁睇翻咧，我哋另一面咧就係可以睇到我哋馬鞍道一個好靚嘅翠湖公園啦。成個湖景咧映入眼簾啊，真係非常之舒服啊！可以睇翻我哋中間呢條咧，就係我哋嘅未來大道啦，可以直通我哋嘅一個中山港客運碼頭嘅，亦都係幾分鐘嘅時間嚇。咁嚟翻我哋成間嘅
單位先啦，200平啊，飛機戶型。咁呢，右手邊呢亦都係有啲套房啊，同埋一啲書房嘅設計嘅。佢係做咗雙套房嘅設計啦。咁成個睇翻個交付標準呢，亦都係一啲護牆板啦，包括我哋成個嘅房間嘅設計，亦都係做咗個套房個。而睇翻成個嘅洗手間呢，亦都係做得比較標緻嘅，即係用得石材啦比較多啦。同埋呢，我哋洗手間有個好大嘅亮點，就係可以望到我嘅翠湖公園，即係坐喺度沖涼都可以望到湖景嘅單位嚇，非常之靚。咁另一邊呢，我哋去睇翻嘅。咁成個廳呢，其實佢都係比較闊嘅，因為佢200平啊嘛，我分咗主廳啦，同埋偏廳嘅設計。咁偏廳呢，亦都係我哋對住呢個做咗個偏廳，可以會客嘅一個廳。咁睇翻我哋成個嘅餐廳嘅位置呢，亦都可以擺到大圓台啦，同埋我哋嘅酒櫃啦，亦都係有位置去擺嘅。咁嚟翻我哋嘅廚房啦。廚房係大7字形嘅設計啦，咁你可以做中式啦、西式啦，亦都係冇問題嘅，非常之大啊吓，非常之闊綽啊。咁嚟翻我哋嘅成個嘅右手邊，就係我哋入門口呢，有個工人房啦，或者係可以做衣帽間一個房間嘅。咁成個主人房呢，佢係有2間房打通咗嘅，所以顯得非常之闊啦，係咪？有個會客。有個休息嘅地方嘅主人房，咁仲有一個好大嘅亮點就係我哋主人房呢邊可以做一個小書房或者係衣帽間，咁呢，成個衣帽間可以望到我哋嘅海景呢，深中通道嘅海景亦都係非常之靚嘅，所以呢個單位呢，其實係海景啦、湖景啦、河景啦，全部都可以俾到你嘅，所以點解叫大平層豪宅呢？呢個亦都係景觀性非常之強啊，包括佢個空間感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包括成個嘅交付標準呢，我哋睇到嘅所看即所得。歡迎嚟到你哋嘅海景豪宅嚇，咁呢個呢，係我哋中興智慧城嘅一個100平嘅單位啦，直接可以睇到我哋伶仃洋嗰邊嘅一個海景啊。咁對面呢，亦都係一個南沙嘅一個體育館啦，同埋我哋海景啦，同埋我哋睇到就係我哋有小學啦、中學啦，配套都喺周邊嘅。咁呢個戶型呢，係100平嘅南北對流雙陽台啦。咁睇翻成個嘅餐廳，哇，真係好寬敞噶喎，係咪？好多朋友過嚟聚餐都冇問題。加上呢，佢呢個廚房呢，係做到係可以係半開放式嘅，你做西式啦、中式廚房都可以，都係冇問題嘅7字形嘅設計。咁嚟翻我哋嘅房間啊，因為我哋呢有4間房噶嘛，咁所有嘅交樓標準啦，可以睇翻呢，其實都係已經係好高級嘅，係咪？咁睇翻我哋房間啦，可以做到書房啦、客房啦，包括我哋嘅一個小朋友房啦，包括我哋嘅一個主人房啦，個佈局都係非常合理嘅。咁成個主人房呢，佢係帶一個衣帽間嘅一個設計，同埋呢可以係裝浴缸嘅一個洗手間。咁成個面積呢，個寬度呢，亦都係比較嘅闊綽嘅。咁睇翻我哋嘅景觀啦，因為佢係南北對流啊嘛，咁佢南邊嘅景同埋北邊嘅景呢係有差異嘅。咁北邊呢，我哋係可以睇翻我哋一個海景嘅一個面啦，咁南邊咧可以睇翻我哋一個小區嘅一個園景嘅。睇完啱先嘅樣板間咧，我哋可以睇翻我哋交付標準嚇，都係比較高級嘅，價值3000蚊嘅1平方嘅。咁入門咧，我哋有個係西門子一個密碼鎖啦，同埋呢個係防火嘅一個裝甲門啊。咁嚟翻裡面咧，我哋係有個可視對講咧，亦都係一個智能化嘅一個系統嘅。即係成間個牆身呢，我哋係用咗一個防潮防霉嘅一個護牆板，亦都係好有高級感啦。咁嚟翻我哋嘅一個廚房嘅位置啦。咁廚房呢，我哋嘅3件套啦，亦都係老版嘅一個3件套啦，同埋一啲櫥櫃啊，同埋一啲洗手盤呢啲鋼架，全部都係做到呢係非常之質量 OK 嘅喎。咁睇翻我哋嘅洗手間啦。洗手間呢，所有嘅洗手盤啦，包括我哋嘅龍頭啦，包括我哋裡面嘅一個
座廁啦，同埋我哋嘅淋浴間啦，全部都係做晒好俾你嘅。咁價值3000蚊1平方嘅個裝修標準係俾到大家嘅。咁落翻嚟呢，睇翻成個嘅園林啦，真係好舒適喎，吹住海風啦，加上佢個園林呢，真係用料啦，同埋佢個樹木都用到比較高級嘅。咁成個開發商呢，佢係以品質為先啦，所有嘅用料啦、石材啦，包括樹木啦，都用到非常頂級嘅。真係入到嚟呢，就係身處於一個好舒服嘅環境啦，包括佢個空氣啦、環境都係非常舒適嘅。咁仲有一樣嘢啦，雖然佢小區環境係非常舒適啦，但係馬鞍島呢，成個嘅一個周邊嘅配套呢，或者係周邊嘅建築呢，係仲係建設當中啦，佢唔係咁成熟嘅，咁大家都要包容一下咯，因為馬鞍島係需要時間去發展嘅喎。所以靚嘅嘢都留到最後俾你睇下，呢個就係我哋中興智慧城二禧府嘅小區入口大堂。會唔會驚訝到你呢？非常之豪華大氣上檔次嚇，成個入戶大堂呢，品質感滿滿啊！全部都係一個5星級嘅標準啊！咁係我哋門呢係要 lift 卡先可以入嘅。咁睇翻成個嘅一個入戶大廳先，真係好豪氣啊！係咪啊？咁作為呢度嘅業主呢，滿滿嘅品質感，滿滿嘅大氣。咁啱先咧，華姐亦都係講到啦，成個嘅小區咧，而家係真係收尾階段啦，最後清盤階段啦，16000起就可以攞低我哋咁靚嘅一個小區環境，一個豪宅標杆喎。喺馬鞍島，華姐等住你，讓我睇樓。